2000。好，2000就2000。撒了那么多谎还没出局的。好，花勇，那我再给你一次。究竟有什么魔力，让你为他守身如玉？是不是要改口叫死家去？别胡说八道，以后就是圣子了。原来也不过是个烂情人。沈先生，这阵子沈先生除了我，没有跟别人上。沈先生，你带我一起去吧。在 P 国我很少参加派对。是因为感情吧，花先生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哼，送人的饼干还让人一起做。开一个Omega在这里等你。和谁一起出狱，跟你没关系。我从没见过少游像喜欢你这样。喜欢过哪个Omega？